台湾有一句日起来俗语讲“阿公娶某”，这个意思就是家婆。若是咱乡亲拄着有人拿讲电话，拿是这个提款机，敢若是拄着诈骗集团，你敢会家婆出手甲阻止？中华有一位这个张先生伸出正义之手，要么对方唔参与，佮坚持要汇款。热心的张先生骹手较紧，一直家己促销。后来警方到现场，确认讲是诈骗集团做的代志，嘛有这个负责人为莫名其妙变感谢。 前南山的负责人徛伫 ATM 头前，那操作那讲电话。阿姨，不要用，你这是诈骗啊！没有了，我总结了，没有不是。张先生经过一听就感觉负责人拄着诈骗，甲提醒伊煞唔相信，佮准备要刺确认。不要按！我跟你说，他已经给我取消了。 张先生伸手连续试过后摆促销，负责人要甲动嘛袂付，卡片直接提出来。他说是总局要退款给他了，我就跟他说，银行不可能会用电话教你怎么用 ATM， 而且还是按转账。张先生是大货车司机，当时去中华这间邮局要领钱，换负责人拄着诈骗集团，伊先打电话报警，等警察来。不过警察还未来，负责人就准备要转钱，伊才赶紧替伊起促销。有遇到的话，大家都可以帮忙一下，反正只是按一下，打个警察局，然后按一下取消这样。 红旗促销的负责人因为买鞋接到电话讲户口7笔钱，才赶紧去 ATM 查销。因为我昨天是要去查鱼而已，那个店有他才结婚亲的人，年轻人现在很少了，有他也很好，我也很感谢他们那2位警察。 负责人讲，伊过去嘛捌互骗过，即摆拄到正义的张先生，阻止伊甲钱转出去。一开始硬气，不过后来警察来证实是诈骗，互伊的钱拢补掉咧，嘛互伊真感激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